大家好，話咁快又踏入秋季啦，你哋有冇計劃今年去日本賞楓呢？如果有嘅話，不妨參考下我今次嘅日本東北嘅行程。我會分享利用 JR Pass 東日本東北地區5日周遊券可以去嘅賞紅葉同埋銀杏嘅景點。廢話少講，而家開始。第一個要介紹嘅係仙台。2024年第4季，香港已經開通咗直航到仙台嘅航班。目前 HK Express 仲有營運香港至仙台嘅直航路線。不過呢次旅程我係由香港飛東京，再坐新幹線由東京前往仙台嘅。由東京去仙台都會乘坐東北新幹線，當中筍號列車大約1個半鐘到達，而山燕號就要1小時50分鐘。新幹線票價自由席要10,560 yen， 指定席就要11,410 yen， 所以都推介大家買價值3萬 yen 嘅 JR 東日本東北地區鐵路周遊券，可以5日內無限次搭乘東北地區 JR 鐵路，基本上來回一次東京仙台，再加多1程東北地區新幹線，例如仙台去盛岡，都已經回本啦。好，今晚呢，我係住呢一個 Metropolitan Sendai East， 咁我住1453號房。咁呢邊呢，酒店嘅 lobby， 我而家揾返張房卡出嚟嘟先。好，入到嚟，房間就係咁噶啦。閂門先。咁呢間房呢，比我想象中大嘅。張床呢，應該係米八床嚟嘅。咁呢間房叫 Y Single 啊，咁你可以當係一個 double bed 嘅房啦。房間好似有啲暗，簾呢，呢個就係酒店望落嚟嘅 view 啦，就係望住 platform 咯。你而家見到有架新幹線喺個車嗰度，雖然我係幾高層，咁呢，但係就個 view 都係。雖然係開揚，但係即係你問我，麻麻地啦個 view 就。咁呢度就係 local line 咯，即係嗰邊新幹線，呢邊 local line。咁有工作台啦，我而家冇開晒啲燈，所以可能覺得有啲暗。咁呢個窗邊呢，就除咗工作台之外呢，就仲有一張凳同埋一個茶几嘅電視機。咁洗手間喺邊呢？係咪呢度呢？呢度唔係喎，呢度係一個 mini bar 嚟嘅喎，佢有一個好得意嘅茶壺啊！然之後呢度就有 UCC Coffee， 咁跟住都係有啲茶包 set 啦。下面呢度就係雪櫃啦，雪櫃例牌就冇嘢㗎啦。咁啊，最低呢層就有個夾萬。另外呢，呢度上面都仲有一個櫃嘅。呢個櫃入邊呢，就係有水煲，同埋有個茶杯、玻璃杯。咁呢度呢，有道門，打開嚟睇下先，係衣櫃嚟嘅。咁佢係都唔係掛太多衫嘅啫。其實我 prefer 佢不如拆咗呢道門佢，其實都冇乜必要有道門。
都有一次性嘅拖鞋提供嘅。咁原來咧廁所咧係第一道門啊，係3分離嘅設計啦，toilet bowl 洗手台。咁佢呢度特登咧開咗一格，俾你知道咧入邊係有牙刷，有啲 amenities 提供俾你嘅。咁依家咧唔知點解間酒店咧都冇浴帽，咁就毛巾啦，毛巾架啦，有2條毛巾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佢沖涼咧就有啲似呆娃嗰隻啦，就係入邊可以浸浴，亦都係有花灑嘅。咁有雨淋式嘅，亦都係有手持花灑。入住呢一間酒店嘅係可以以憑房卡進入呢一個 lounge 提供各式各樣嘅免費飲品，係住客嘅福利。佢有唔同嘅茶啦，有嘅我買。相信除咗唔食牛嘅朋友之外，大家嚟仙台一定會食牛舌，而最方便嘅應該就係仙台站3樓嘅牛舌通。呢度聚集咗好幾間知名嘅牛舌專賣店，各店營業時間約為早上11點至到晚上11點。即使係非繁忙時間，好多人喺排隊。比較知名呢，有幾間店鋪呢，有仙治郎，佢標榜使用嚴格挑選嘅牛舌部位，炭烤火候精準，口感 Q 彈。起座可以選擇一般牛舌定食啦，同埋特厚切牛舌定食。利九係仙台最具代表性嘅牛舌店之一，以厚切牛舌同埋獨特炭烤香氣聞名，搭配麥飯同牛尾湯係經典食法。伊達諾牛湯，老牌牛舌名店，牛舌油嫩多汁，提供鹽味同味噌等多種調味選擇。仙台有一種非常獨特嘅飲品，中文可譯為毛豆奶昔，係由仙台名產孫達製成嘅甜品飲料。呢一款飲品充滿東北特色，去到仙台嘅時候，大家都可以試下。由仙台站坐40分鐘電車到松島海岸站，松島灣內外有超過260個島嶼，呢啲海上浮島形成嘅壯麗景觀被列為日本3景之一。呢度就係松島海岸站，行過嚟松島搭船嗰個位置，呢度對面呢已經係全部係一啲賣 souvenir 嘅鋪頭。沿海邊步道行到尾，穿過一座名為透橋嘅格仔狀橋梁，就會到五大堂。佢係松島標誌性景點，可欣賞到壯麗嘅全景，亦都係東北地區現存最古老嘅桃山建築，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。嚟松島除咗睇美景，好多人都會嚟食蠔。沿路亦有唔少店鋪滿足大家嘅購物慾啦。其中呢一家叫做200屋，賣嘅都係有啲蠔啦、海鮮啦、魷魚咁樣嘅，喺度即烤即燒，價錢都唔平。再行前啲，呢度就souvenir嘅。
我今次嚟松島嘅重頭戲呢，就要去睇穗岩寺同埋圓通院秋季限定嘅燈光 show。穗岩寺秋季燈光 show 喺傍晚5點開始，活動由知名藝術團隊 Nick 精心設計嘅。喺燈光映襯底下，穗岩寺呈現出別於白天嘅不一樣嘅氛圍。其中有2大賣點。第一，入場嗰陣時候，大家都分派一個手提燈啦，官方叫 Nick Distance 投影燈籠。投影圖案以伊達正宗最愛嘅松島灣明月、蓮花與山茶花3種圖案為主，共有粉色、黃色、綠色等5種顏色可選。第二，平日唔對外開放嘅御成玄關喺呢一個期間會俾遊客入內，大家可以一邊聆聽以伊達正宗嘅念想為靈感嘅配樂，一邊漫步於寺院中。寺院本堂內部更特別開放拍攝，讓遊客記錄當下嘅感動。不過入內要除鞋啦，大家記得着厚啲嘅襪仔，因為地板勁凍。另外就喺穗岩寺旁邊嘅圓通寺，每逢秋季紅葉盛開嘅時段，都會舉辦夜間點燈嘅活動。整座寺院嘅建築同庭園都會被楓葉包圍，通過圓通院嘅山門之後，就係旅程嘅起始。映入眼簾嘅就係喺晚間顯得截然不同嘅枯山水庭園。燈光 show 入場門票一啲都唔平㗎，穗岩寺要1200 yen， 圓通寺貴少少要1300 yen。如果大家秋季遊松島嘅時候會留到入黑嘅話，不妨預留時間參觀2個期間限定 show。分享下我當日拍攝到嘅小片段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多謝收睇。下集會介紹山形嘅黃葉美景，下集再見。